有钱了，厨房有冷气，那么厉害。哎，你知道那个蒜头再放在蒜头。我昨天爱好啊，好啊，都可以啊。那在那边，我昨天有看到。你不是有看到我拍到？看到蒜头啦，蒜头。我家乡哦，等一下那个有，等一下这个都飞起。等一下冷气都会冷啊，现在都已经冷了。哇，好热，市场气温啊，好热。太太要煮什么？太太是中午的吃啊？对。哦。哎。这个乐事啊，昨天的说是丢掉，为什么？这样也好。我那天有看到它有一整箱啊，你那个苏打粉啊。这个一点点而已，对对。这个跟我们家不一样了。有的，我真的看到他们有一箱苏打粉。这个啦，一箱是在哪里？还在卖地瓜，好吗？是栗子地瓜，而且我看有很地瓜好漂亮，不是这种。它这个是自己种的栗子地瓜。荔枝是什么？来鸡啊？来鸡。什么东西的在？卫生纸啊。马上。昨天贴在那个里面下面的。
煮东西那么乱煮，卫生纸一起煮。那个是干净的，放在那。干净的也是卫生纸。所以眼睛没有看到。不是煮的东西，还好没有给他们吃。对呀。给他们吃的糟糕。Tisu dimasak, bro. Makan. 好像台中比台北热，对。是吗？哎呀妈！我感觉到也是台中好热哎。那这个坏掉，多不修理。我这个面也很糟糕。什么都坏掉，没有一个是好的。它也有围巾，有，很大包。但我长跟我一样，喜欢围巾。Lenganku很欠kan. Ini tak apel 2 kali ya. Insyaallah kotornya.我不知道，不是我们的家里这样知道。哎呀，你那个辣椒拿一个给我，放在上面。没有给他们一下，太太。等很久了。你不怕我跌倒？
那这个会有这地方。没有关系。那要怎么样用苏打粉剂？不要，就下面哈很脏，你帮我弄一次。哦，给它喝面哦，完了。那这样我的水也干脏哦。没有关系。哦，真的很脏，吓死我了。你看。不舒服。你看。我2个弟弟那个没有上学，放假，暑假，妹妹也是暑假，我们的妹妹不要来我们的妹妹，可以啊，干净了。这个苏打粉是猪最好的。好了，这个刚好。中午你们要吃这样？吃一吃鸡肉，吃跟酸汁汤这样 OK。还有一个青菜就好了。3个菜，什么历史的菜？要什么菜都可以啊，要煮什么？油也可以啊，油沙沙呀，很好吃啊。弄酱油膏啊。Nah, kita ngepelnya sampai 3 kali. Piao lang吗？不会有味道。Nah, kita ngepelnya sampai yang kayak yang berkali-kali. 今天买的这2只90块。什么东西？酸啊！酸辣2条90块。跑到哪里去了？2个而已。哎呀，我要来炒这个肉肉。哦，现在酸辣好贵。我炒这个。炒这个肉。还有没有看到洋葱？洋葱在这里啊。哪一个？ 2个洋葱。炒那个肉肉。哎，这个90块。90块2个。3个。哦，一个30块。什么颜色？那么好看吗？这酸辣现在这不是它的季节啊。那为什么才在买？要煮那个啊，肉肉啊。我给它洗一洗，放进那个煮好不好？对呀，洗干净。孙子。对呀，孙子汤里面好吃。啊。对。试试看好不好？好吃，韩国人也是这样，洗干净。他给你吃哈。来，太太放猪肉要给我吃。那个笋子汤放鸡汤啊，怎么会有猪肉？哦。我想太太放猪肉。快！现在要炒，你可以啊。危险。有客人来了。
姐姐要放洋葱，要放酸辣这样。这个腊肉啊，新鲜的腊肉。对呀，刚刚烤起来的。这个也是叫腊肉，但是它比较瘦肉，是吧，太太？不是肥的，它瘦肉的。Mbokku tuh di mana-mana ya masak kok ini. 你那个酥法不要放太多，它那个很强。哦，好。也很贵。Kata ibu ya oke cukup ya. 这个我喜欢，好不好Dada siwan ah. 好回， Dada siwan weisu ah. 不要放煮太多，放一块，煮太多吃不完。 Nah ini mbokku masak non halal. 感激就好了。 Oh ya tok-tok aja nggak. Nah kini kita ngepelnya peng selikur ya, peng swidak jaran. Bolak balik. 冰箱都坏掉都不放。 Hai khởi yung hao nữa. Puing kayo may sinta. Ini tutupan sini rupanya sampai belgadus. Cik. Mbokku kalau masak itu adiknya nggak ada yang mau deketin ya, karena mbokku tuh ribet dong. Adiknya tinggal turu. Ichen这个没有。边冰还怕会不会失冰？
还够不着了，就过了。啊，对，他说晚上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睡白天。哎呀，连那个这个给你当不错。好，人家我是绝对不煮东西的，我习惯。给鱼啊，一直在洗，就是尽量喝酒，我再把它洗。对啊，一样，那一定要把它洗。另外一个，这条我今朝我起来，这算是啥物？我打电话叫伊来听的，因为啊咱煮家己人爱炸油，我大概9点下前，人咧等你来，你较清楚，啊你叫嘛再来。还有你出名了呢，还有。哦。有蒜头有一个够吗？蒜头2种，姜也要。姜啊，鸡丁全部拿下去。白高鱼，大概我来烫刘海，这会不要烫了啦，剪一剪就好了，真的烫的头发都坏掉，不骗你。那一煮就一脚吧，烫了。这个你应该不会用，可以啦，那这样子这个要做什么？这磨膏我这个肉很有力。你莫把烧来，无材料啦，你家带去。我们在家里都的菜都没力气。可能没有到切到手了。喂，哪边给你这个水打进来，这个吃的让它打开，我们是水这样子。你怕啥的？啊，进来对的。要放什么酱油，太太？收了吗？哎，他要打了。他今天有他要啦，哎，他要。啊，我跟他讲说，他说你要去钓，我说，哎，你拜了2到5。这个是酱油膏了，好，酱油膏，你知道吗？好，酱油对那个大饼的那个是酱油。好。他是市场之家。要放酱油膏是酱油。随便你干酱油膏好。酱油膏我要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好，等一下山菇酱要煮这里。山菇酱煮比较好吃。我自己要吃，我自己弄就好了。哎，晚上的时候呢？对呀。哇，那差。等一下我炒没有人要吃。哦，这个酱油膏很浓哎。很浓，你要加一点开水。啊？加一点开水。加一点开水。开水不要加太多。加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加这个啊，那个加这个。有啊，烧的啊。对啊，这个加热的。有辣辣。吃猪肉都是猪肉。鸡吧，恁啷个食鸡吧？第一顿嘅鸡吧，我没啦。这我要紧啦，白那你makan bersama。阿佑，你的主题都是什么？你是拍在这里的生活吗？对，哦。什么都拍，吃饭也拍。对。你出那也可以拍。吃饭比较多。你一整天做什么？他拖地也可以拍。吃饭的时候。可以拍，都自拍就拿着。还有哪一个盘子还是用肉色吧？乐事。那个啊，地漂亮那个铁盘子。哎，对了，我昨天要不要？没有这个。这个。没有啦，这个弄鱼的那个。哦，这个啊。等我然后去看对。那个。找不到嘞。还有那么多。YAYUK 那个呢？Y 是吧？YAYUK。还有。哦，看到了。问吗？看到问吗？对。臭豆腐还没上网路，还没剪一剪。100块了，100块要拿过来了。你要刷礼物了。也可以订阅哈。这是你比较超过人数
3万订阅呢。还小小的呢，啊，还小小的。还小小的，你就没地你去做劳务啊，因为人家多啊，你看。你是直播没有啦，他在这里拍，人家比较会看，因为人家会好奇他在这里。难怪他说做什么他想去山上哈，坡他那个坡罗蜜阿提哈，那个那我也要来坡，一个月还怎么样？一个月呢？一个月1-2千块，那轻肉啊。那你这个要花时间，你自己要讲，拍的要这个镜子，还要看。难怪那个谁说你不能碰我们打牌哦。可以啊，没有关系啦，这是你说这是台湾的那个叫台湾的习惯。台湾的你在古摸牌一样 play game， 他会把你的脸打加注。上次那个就很不礼貌，请了一个哈，我们在打牌哦，就跟她男朋友讲说我们在打牌，拖上去那是不行的。哦，那我们有肖像权呢。这个是三姑姑买芒果嘛？一个多少？一个多少？200多。哦，200多块哦。跟你的脸一样大。对呀，不要的。那个阿佑，你帮我拖上去。你说这个是我们最漂亮的。对对。代表。对。好吧。卖鸡的。你说他是卖鸡的。我说没关系，然后给我表哥古摸，你的打牌要拖上去。有 Chicken Queen。鸡肉。对，Cream。难怪你要去山上，你要去照那个直播菠萝蜜哈，丢啊，丢啦。林静的我知影，可以啦，让你去啦，那你要分我一半。一半什么？500要。啊？500。昨天100块都没有送给我，现在要500。哦。400。赚钱不是那么简单，好不好？这个有捡到。可爱的阿嬷。你哪边去？就跟你讲，现在去叫来呀来。你明天有空吗？那你就今天去用掉，小姐姐恭喜。那你明天你早点去用啊。Nah, ini kita itu ya 因为 atas 我 ya. 跟你讲，我不能到人家家里打，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啊，你不是说你现在是说明天还是礼拜天？明天不行，明天他女儿要上班啊。是啊。他礼拜六就爸爸。礼拜六因为跟我讲妈妈起来。对啊。你要算计他们吗？不是，都可以啊。Itu diulap kayak gini aja karena banyak banget minyak. 放南边，蛮冷的呀。放阿佑，我刚刚讲的麦皮，就冷的啊。还有加了米啊。我不知道你要吃什么，关我屁事。那就日式的啊。日式的什么？早餐对啊，就那种像这种，像居酒屋就可以的这规划。炸鸡还有过水，炸鸡块。我们现在下去啊，他也可以拍片。对呀。我只要拍片。叫少老师来给我们。也讲炸鸡，炸鸡，然后你讲炸鸡的，鸡块头的啊，一个两毛。也肯德基的。肯德基现在有炸全鸡。你感觉贵呢？我感觉两个是安怎食迄只炸全鸡啊？我不爱，可你看迄个都可以。我拜，我的拜人。